有啲緊張，要點樣先唔似第一次食奧馬卡西？大家好啊，我係蘇爺，今日我哋嚟佛山食一間人均1000嘅奧馬卡西。Let's go！就喺呢度啦。嚟嘅時候係工作日中午，所以店入面冇乜人。呢期我就唔講嘢㗎啦，費事講錯嘢。揀筷子呢個儀式感我係真係冇諗到。服務員先上咗個前菜拼盤，有醬油自甜蝦、蓮子天婦羅、星鰻以及和牛筋凍。這個酸肉唇真係最令我驚喜，唰一聲就吞咗落去，酸酸甜甜咁瞬間打開味蕾。接下來準備上嘅是九珍鮑魚，一邊係澳鮑，一邊係黑金鮑。澳鮑口感軟嫩，但係個人就更加中意黑金鮑，配上鮑魚乾醬，唔單止爽脆，仲有啲回甘。第三道是翅貝和生蠔刺身，紫蘇花同埋赤貝真係超搭，增加風味嘅同時，仲突出咗赤貝嘅鮮味。加咗啲檸檬汁嘅生蠔就唔使講啦。大海嘅味道。烤物嘅部分就上了烤蠔黑魚，入口鹹鮮又帶住一啲熟悉嘅味道。像蟹肉味。呢個係黑毛和牛三文治，麵包鹽片油炸，簡單嘅搭配就能很好激發出和牛嘅香味。睇到師傅打開食材盒就知道要準備上壽司啦。最先上嘅係斑石雕，上面加咗啲昆布增加風味，唔會特別油，好甜喎。第二個係大尾油，師傅足足切咗4片俾我，仲加咗啲德島酸桔，非常香甜清爽。大竹莢魚上面加咗啲七彩芝麻，食起身香甜嘅油脂可能都剛剛好。小竹莢魚上面就加咗啲小蔥，中和油膩。一定要讚下呢個牡丹蝦，稍微炙烤過的蝦黃，加上鮮甜嘅牡丹蝦，入口溫潤清甜，又有一抹濃香，真的無敵。而醬油炙過的紅寶石刺身，唔單止唔酸，竟然仲有啲甜味。大福就唔使講啦，斷根處理過，入口簡直就係熱奶油。終於到咗我最期待嘅海膽環節啦，足足俾咗2大鏟馬糞海膽。當我以為這個已經夠滿時，師傅給我遞來了無過濾馬糞海膽，這份量我驚啦。味得似食仔醬面化一陣濃郁香甜。最後係同樣大份嘅乳臘海膽，味道就相對清新淡雅一啲。食完全部刺身嚟一碗味噌湯，感覺所有食材都在胃裏得到了升華。最後用靜岡蜜瓜同埋手工白鳳桃雪糕結束今日嘅奧馬卡西，一共消費1500，你們覺得值嗎？